Hello，今日嚟到南豐古灶。南豐古灶嘅話咧係建於明朝正德年間，咁佢保留住世界上最古老嘅龍窯，至今已經有500幾年嘅歷史㗎啦。其中高灶龍窯係南豐古灶嘅2大重要景點，佢記錄咗佛山陶瓷文化嘅一個歷史嘅變遷。喺呢度嘅話咧，仲有機會可以睇到陶藝大師嘅親自製作，感受一下製陶嘅魅力。同時，南豐古鎮保留咗好多明清時代嘅建築，裏面嘅建築風格非常之獨特，值得你停下腳步細細欣賞，來一場古今嘅穿越。漫步石板路，欣賞古樸典雅嘅古建築，而家已經成為咗眾多民間藝術家嘅創作空間。裏面嘅種類非常之繁多，有現代、傳統、古典。如果你有足夠嘅時間，不妨停下腳步探索一下，可能有意想不到嘅收穫。有400幾年嘅古灶熔點可以唔嚟呢？聽講呢度許願非常之靚，我先去個願先，希望世界和平。咁行到攰啦，可以去古窯放映廳度睇下製陶大師精湛嘅技術表演。咁臨走時嘅話，可以喺公仔街度揀一啲非常之有佛山特色嘅陶藝公仔，送俾啲親朋戚友或者作為擺設，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。好啦，今日就介紹到呢度，我係阿明，得閒飲啡。